你好，歡迎你，我係619，為你聲音導航。你認為死亡係咪終點？一位發現衛星嘅天文學家死過2次，佢話自己睇到另一邊嘅景象，更提出宇宙係由意識創造。呢位咁特別嘅人物就係嚟自日本嘅木內學彥，佢係日本極少數有正式醫療記錄，被醫生宣告死亡，但係竟然喺30分鐘後奇蹟生還嘅傳奇病例。佢將科學家嗰份理性同勇氣帶入常規儀器無法測量嘅領域，甚至喺瀕死狀態中進行咗主動同帶有實驗性質嘅探索。木內人生嘅巨大轉變由22歲嗰年開始。大學畢業後，佢加入日本航空自衛隊，做咗空中交通管制員。有一晚佢返夜班，突然覺得個胃劇痛，之後慢慢失去知覺，昏迷咗。送到附近醫院，個肚一路脹大，佢痛到醒下又暈下，最後轉送到東京醫科大學嘅慈誠醫院，確診患上極之罕見嘅上腸繫膜動脈性12指腸閉塞。呢個病極為罕見，從來冇人存活過嚟。木內送到醫院時，腸道已經完全閉塞，個胃脹到好誇張，跟住佢身體嚴重脫水，短短1日內，體重由72公斤暴跌到42公斤，多重器官急速衰竭後，醫生正式宣告佢臨床死亡。佢喺病床上，意識逐漸模糊，最後乜都感覺唔到。當恢復知覺嗰陣，發現自己喺一片黑暗之中，但遠處有光，於是佢向住光源爬過去，感覺好似喺泥濘上面爬，用手找起啲泥，啲泥喺指縫間流走，感覺好真實。爬咗一陣，終於爬出嚟。回頭一望，先至發現頭先係喺一條隧道裏面。呢個時候，天色開始有微微嘅光，但係隧道見到嘅光源依然喺好遠嘅前方。木內企起身，佢赤腳踩住濕立立嘅草地，向光源行過去。前面有一條好闊嘅河，光源喺對岸。木內沿住河邊蘆葦叢揾船，佢揾到一隻冇槳嘅爛船，就跳上去用雙手當槳，慢慢爬去對岸。上岸嘅時候，筋疲力盡，攤咗喺草地上面，唔知休息咗幾耐。當佢抬頭一望，發現嗰個光源已經移到10幾20米外，而喺光影之中，有4、5個人影喺度喐緊。其中一個人行過嚟，係個着住喪服、氣質高貴嘅中年女人。木內後嚟醒返先知，原來呢個女人係佢一位伯娘。呢位伯娘喺佢出世冇幾耐就已經過咗身。個女人問：學彥，你做咩嚟呢度啊？木內唔識答。跟住女人帶佢去光源嘅位置，見到2位婆婆，一位伯伯同一個後生仔。木內一個都唔識，但當睇清楚個後生仔個樣，佢嚇咗一跳。嗰個竟然係幾年前意外過身嘅堂哥。冇幾耐，着住喪服嘅女人就話：學彥，你跟我嚟。於是木內跟住佢爬上一座生滿草嘅小山，去到山頂，眼前係一片好靚嘅花海，香氣撲鼻，天上散發住金光，微風輕輕吹。佢一路行，喺金光之中浮現咗一張人面。木內心諗，如果自己有信仰，一定會覺得呢位係聖母瑪利亞或者觀世音菩薩。唔知幾時，帶路嘅女人唔見咗。正當木內覺得奇怪，有陣輕飄飄嘅力量帶咗佢返嚟。佢發現自己返到醫院，瞓喺病床上面。木內心諗，頭先我係咪發夢？就喺呢個時候，佢突然留意到自己一啲都唔痛。佢想撳鐘叫醫生，但突然察覺到自己個心臟停咗跳動，同時深深咁吞咗最後一啖氣。木內覺得好奇怪，明明冇呼吸，點解仲生存緊？就喺佢諗緊呢個問題嘅時候，見到媽媽搖佢嘅身體，又拍醒隔籬嘅爸爸，跟住成班人好騷動。呢個時候，木內嘅感覺同頭先喺隧道、花海完全唔同。佢真真切切覺得自己仲生存緊。於是當爸爸行近，佢講咗句：爸爸放心，我冇事。但爸爸完全冇反應。木內開始意識到瞓喺床上嘅係自己嘅肉體，而而家呢個我就係意識。意識可以喺空間活動，但就喐唔到空間任何嘢。木內領悟到空間有長闊高3維，時間係第4維。呢個想法令佢心入面出現2條問題。
咁意識係咪就係五維世界嘅存在？人死之後係咪就進入五維世界？佢去到病房出面媽媽嘅身邊，見到媽媽打緊電話俾家姐，通知佢木內已經死咗。木內同媽媽講：我未死，我仲好地地。但係媽媽聽唔到。當木內心諗電話嗰頭嘅家姐做緊咩呢？一個念頭閃過，佢瞬間就去到家姐嘅身邊。佢見到姐夫揸緊車，而自己就坐喺姐夫同家姐中間，聽到佢哋討論緊喪禮嘅事。木內大叫：我仲生存緊！家姐同姐夫依然聽唔到。呢一刻，木內覺得好神奇，於是喺心入面諗：病房。果然佢返到病房，醫生護士喺床邊搶救緊佢，現場好混亂。有咗瞬間轉移嘅體驗，木內好想知道係咪都可以喺時間嘅維度上瞬間轉移呢？呢個時候心入面有個揮之不去嘅疑問出現，佢決定重返事發嘅時空，查個究竟。時間返到去16年前，木內6歲嗰年夏天，佢同3個哥哥家姐一齊去千曲村游水，要經過一小段山崖，路唔好行，仲不時有碎石跌落嚟。好快，木內去到記憶中嘅現場，一班細路喺山崖上面行。但當木內從高處觀察時，發現有塊大石頭就快跌落嚟，佢大叫咗一聲危險。就喺呢一瞬間，6歲嘅木內向上望咗一眼，跟住用力向家姐背脊一推，將家姐推跌，同時自己亦跌坐喺地上面。跟住一塊大約1米大嘅岩石從佢哋2個人中間穿過，突然被推跌嘅家姐受咗傷，喊得好犀利。已經落到河邊嘅哥哥家姐就即刻跑返嚟，以為係木內故意推人，唔問情由，鬧到佢狗血淋頭。木內覺得好委屈，直到呢一刻，佢終於知道當年聽到嘅嗰聲危險，原來係嚟自呢個未來嘅自己。當人避過一劫，好多時會話有祖先神明保佑，而呢個祖先或者神明會唔會其實就係嚟自將來嘅自己？木內又諗，既然可以返到過去，咁又可唔可以去到未來呢？當時佢估計人死之後可能係被某個巨大意識體吸走。喺五維世界入面唔存在我同個體嘅概念，而人就係呢個巨大意識體嘅3維投射。如果係咁，時間作為第4維可以返到過去，理論上就可以去到未來。於是木內不斷用力去諗，結果成功咗。佢見到未來2個場景。第一個場景，喺一間大型和室入面，有30幾人專心聽緊一位着灰色恤衫嘅演講者講說話。房間牆上嘅壁龕掛住一幅朱紅色嘅幾何圖案畫。木內感覺自己從房間上面望落去，當佢睇清楚台下演講者個樣，心頭一震，發現嗰個人竟然係年老後嘅自己。喺呢一刻，佢瞬間明白自己唔會死喺今次急病，因為未來佢仲會企喺呢間和室演講。跟住第2個未來場景，感覺好不可思議，係某種現實中唔會存在嘅疊加狀態。層疊 A 唔知幾時同喺邊度，年邁嘅木內同小朋友一齊用望遠鏡睇星星，一邊講宇宙嘅故事。層疊 B 同樣係年邁嘅木內，一臉茫然咁喺一條滿目瘡痍嘅街道上行，四周瞓滿死傷者，唔知發生過咩事。距離瀕死經驗18年後，即係1994年，木內獲邀參加一個論壇演講，地點係高野山嘅清靜心院。當佢一踏入清靜心院，就覺得似曾相識，間房好似佢瀕死時見到嘅和室，但係掛喺壁龕嘅畫唔一樣，間房感覺亦有啲唔同，而且木內着緊件綠色恤衫，同佢當時見嘅灰色唔同。佢本來有啲失望，但係到傍晚演講開始，房間後邊嘅紙拉門打開，眼前出現嘅和室就同佢當年見到嘅一模一樣。原來紙拉門另一邊仲有間房，呢間房壁龕幅朱紅色幾何圖案畫，同佢當年所見嘅完全一樣。當木內行上講台，佢着住嘅綠色恤衫喺燈光下變咗灰色，就係咁，所有細節、房間、畫、恤衫顏色同18年前嘅預見完全吻合。為咗繼續探索呢個五維世界嘅結構，
木內決定再做一個更大膽嘅實驗。佢諗，如果喺五維世界，所有意識本為一體，咁理論上而家嘅佢係咪可以進入其他人嘅意識呢？當佢喺腦海清晰咁諗起一位朋友嘅時候，意識瞬間轉移到長野縣國道旁，由呢位朋友經營嘅油站。佢冇直接進入朋友嘅意識，而係喺旁邊觀察。佢見到3位自己都識嘅朋友坐喺辦公室裏面傾偈，木內靜靜加入，開始佢嘅實驗。佢集中精神，嘗試感受其中一位朋友嘅所思所感。好快，佢成功咗。佢嘅意識潛入咗朋友嘅內心，並向對方釋放一道強烈意念。留意外面等緊燈嘅車，其中一架車嘅司機就係木內。果然，被潛入意識嘅朋友即刻指住窗外面一架車，大叫：木內，係木內啊！另外2個人都好似受感染，不約而同望住同一架車，跟住揮手。但其實木內清楚睇到嗰位司機個樣同自己完全唔似。隨住交通燈轉綠，架車就駛走咗。出院之後，木內特登去朋友間油站驗證。朋友一見佢就氣憤咁問：前幾日你揸車經過我呢度係咪？做咩唔入嚟打聲招呼？我哋嗌你，同你揮手，你望都唔望一下。木內平靜解釋自己當日病危入院，根本冇可能出現喺國道。朋友聽完一臉難以置信：唔會啊！另外2個朋友都親眼見到，冇理由我哋3個一齊睇錯。既然可以進入其他人意識，又可以返到過去，咁可唔可以喺歷史上留低啲嘢嚟證明五維世界同巨大意識嘅猜想呢？就係咁，木內開始喺古代不停咁跳躍，其中一個跳躍點係江戶時代，佢潛入一位和歌作者嘅意識入面。因為呢位作者正喺好珍貴嘅和紙上面創作和歌，就算寫錯都唔會掉。加上呢個家族已經傳咗20幾年，本歌集好大機會傳到現代。於是木內潛入佢嘅意識，喺歌本上面寫低咗一個學字嘅平假名。後來木內真係揾到呢位和歌者嘅後代，提到佢先祖歌本入邊個突兀嘅學字。後代表示確有其事，佢哋一直疑惑呢個唔押韻又歪斜嘅字係咩意思。木內講出自己嘅瀕死體驗，後代就拎出嗰本和歌集俾佢睇，果然有學嘅平假名，冇錯，就係木內當時寫嗰個。木內嘅另一個跳躍點係室町時代嘅土佐神社，佢發現工人正喺度修神社，於是潛入一個木匠嘅意識，等木匠用木刀喺大柱上面留低一個淺淺嘅學字平假名。呢條大柱好值錢，亦好耐用，500年間唔輕易換走。果然木內後嚟真係揾到呢條柱，仲同柱上面嘅學字影咗張相。最終木內喺經歷長達30分鐘嘅臨床死亡後奇蹟生還。由宣告死亡到奇蹟生還，木內學彥帶住一份超越常識嘅意識實驗記錄返到現實。佢將呢段經歷收埋心底，投身星空，最終成為發現多顆衛星嘅衛星獵手。但命運嘅伏筆一早已經埋下。33年後，當佢再次為咗人類追逐天文奇觀而踏上異國，一場更兇險嘅生死考驗將會徹底喚醒呢份被封存嘅記憶，並將佢嘅意識拋向宇宙創世之初。我哋下集見。如果你鍾意我為你聲音導航，歡迎你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、分享。我係619，約定你。